一首一首邓丽君大家拢真熟的歌曲，由青年音乐学会执行长蔡宗和甲林家安等人轮流演唱。理事长蔡建南竟亲自担任变数，互大家观众听甲一白，暂时袂记哩疫情的操烦。这摆到里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的蔡宗和特别选伫中营新城来办音乐会，来用语大单唱来表达情感。嘛，亲切甲乡亲互动，听长辈声声。其实5月8号是邓丽君的逝世周年。那我们知道现在疫情非常严重，也影响到了很多的家庭，包括很多的活动可能都延期。那大家待在家，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表演可以看，所以我们特别选在长隆新城的中间的中庭这边。如果说大家在家里面有小孩子不方便出门，但也很想要听音乐，宅在家好几天了，可以透过拉开我们的阳台，可以往下看。那因为我们知道音乐是可以从小教育小孩子，再来如果我们长大了遇到什么状况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可以透过音乐来抚慰我们的心灵；开心的时候，也可以透过音乐来分享我们的喜悦。现场观众知影蔡宗和要参选议员，听音乐的同时嘛，无袂记哩加油打气。这个社会都要有这少年出头啊，有热情要有渴望，要有真好的亲和力有包括足认真的状态。我就这一次才认识他，我觉得这个孩子很真诚、很老实、很谦虚，所以说国民党就需要这样的人。是吧？台南市议会吧，也需要这样的年轻人。温馨感恩的5月，除了母亲节，今年嘛是邓丽君过身27周年的日子。虽然疫情期间大家减少出门，不过蔡宗和选伫主体中庭来办公益音乐会，嘛希望互无方便来参与的民众伫厝内地当欣赏。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